好啦，同學，我想講解下今次呢一個第十課嘅呢一個練習啦。咁我發覺同學都 OK 做得 OK 嘅，因為其實呢一課都比較直接啲啦。但我想有個溫馨提示啦，如果你做我功課嘅時候，其實你好唔好打開你本書同埋我嘅筆記去 cross check，咁然後一齊走去咁樣去做咯，好過你就咁即係齋斷估咁樣啦吓。咁OK，咁我就唔逐條高呼啦，都係揾一啲可能比較常見錯誤啦。咁我同你 briefing 下呢個指甲鉗，咁你係咪應該要有唔同形狀、唔同大小啊？同埋比較硬淨啦，你愛嚟剪指甲噶嘛，同埋佢唔會咁容易腐蝕啦吓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應該咧一二三都要揀嘅。你可以將佢突扁啦，突扁佢變做唔同形狀啦嚇。有啲指甲鉗可能大塊啲、大隻啲，咁啊同埋冇咁容易腐蝕啦。咁啊同埋要比較強硬啲啦。咁啊一二三啦。好呢一個，因為佢想愛嚟做石子嚇，廚房嘅石子。咁即係話鋁紙啦、石子啦，咁又要大塊啦，又要薄啦，咁你薄切切係咪揼到佢好扁啊？所以呢個就叫做 malleable。咁 malleable 嗰度根本係第一個因素去睇嘅。咁啊，同埋佢係比較容易啲揼得扁啊，一就代表 the best。咁基本上都好直接啊，所以答案就會係 out 啊。好啦。點樣去提煉嗰個嘅天呢？咁佢有講過嘅天呢，其實就係活躍過呢個少少，但係又冇呢個咁活躍。咁其實都係類似 PB 啊，或者 FE 啊，或者嗰啲星啊之類咁樣啦。其實你咪斷估咯，就係同提煉呢一啲都係差唔多方法啦，就係話攞住嗰個礦物咧，就走去做咩事咧？礦氧化物走去。加埋啲碳啊，一啲還原劑啦，啲碳啊、一氧化碳啊，或者嗰個煤氣啊一齊燒去，咁所以咧好明顯嘅答案就係 C 噶啦。呢一個邊一個啱嘅方法可以提煉一個純金屬咧？咁如果你想就咁攞住嚿礦石走去燒咧，你係可以攞嚟提煉嗰個銀啦，又或者水銀啦，所以第一個 option 係啱嘅。咁如果你拿住嗰個就咁叫做 copper two oxide 咧，你就咁 hit。嗰嚿嘢就想提煉個銅咧，就冇乜可能噶啦。咁你要提煉個銅啊、鉛啊、鐵啊同埋鋅咧，呢四隻金屬啊，你必須要加埋一啲叫做還原劑啦，就走去燒下佢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呢一個就欠缺咗加入嗰個嘅碳啦。咁所以第二個一定係唔啱啊。由於你明知第二個唔啱嘅話，第一啱咧，你一定要最少揀兩個答案啦。所以變咗第三一定係啱嘅。咁如果你要提煉個鐵嘅話咧，喺嗰個礦物咁樣啦，咁你可以加唔同嘅還原劑，例如碳啦、一氧化碳啦，又或者氫啦。咁個氫咧，基本上個來源啦都嚟自於煤氣嘅。咁你可以攞翻提煉嘅金屬啦、純金屬。咁你嗰個副產物咧，可能係會二氧化碳啦，或者如果你係 hit 個煤氣嘅時候咧，你出嚟嗰個副產物咧就唔係二氧化碳，就變咗係水分啦。咁好似你呢一個咁啦，佢話我而家揸住一嚿物質啦，我想直接提煉個金屬喎，咁你就咁揾個火去燒去，你唔加碳唔加其他嘢喎，其實你直接燒呢一嚿嘢而攞到個純金屬啦，有咩方法啊？有咩例子啊？有銀啦，同埋水銀啦，所以第一個一定係啱㗎。咁你第二個你諗下喎，如果你想提煉個純金屬嘅話咧，你一定要攞埋個碳一齊走去燒㗎嘛，係嘛？咁所以第二個一定唔啱喎。咁你由於第一個一定啱啦，咁你又去 check 下 option 啦。咁好可能你要 check 埋第三啊。咁你嗰個手上面揸住個嗰個物質咧就叫做copper one oxide copper one sulfide，咁就係呢個。如果你就咁直接揾個火燒佢咧，你唔會加 fire 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加個氧氣啦，咁其實佢都可以咧，直接咧變咗做嗰個銅，同埋你嗰個副產物咧，咁好明顯地就係個二氧化硫啦。咁其實咧，如果當然咧，你手上面揸住嗰個礦物咧，係變咗係copper two oxide 嘅話咧，你加任何嘅還原劑，例如碳啦、一氧化碳或者個氫咧，都可以出翻嚟係嗰個純嘅銅啦。咁我個副產物可能係二氧化碳啦，又或者係水分啦，係咪？咁就呢一個其實就書有學過嘅，書咧好可能冇乜點提呢一個，咁但係而家呢一個都可以係其中一個途徑啦。咁啊，最後嗰條啦。
咁咧，你而家手上面揸住一個叫做 Lead-2 Sulfide，咁啊加埋一趟落去一齊燒喎。佢問你咧以下邊一條 reaction 咧係啱嘅喎。嗱，你揸住你而家呢一個咧係 Lead-2 Sulfide，你加即係就咁揾個火去走去燒佢啦。咁啊同空氣當中嘅21%嘅氧氣啊就走去起個化學作用啦。係，佢可以暫時性出咗呢一個叫做 Lead-2 Oxide 呢一個嘅產物。咁但係你個副產物咧就唔會係個硫磺咯，你個副產物就變咗係二氧化硫咯，呢隻氣體咯，明唔明啊？咁所以第一條個 equation 咧，嗰個 product 啊，嗰個產物唔啱啊，咁所以就係當成佢都唔啱噶啦。咁呢個其實我哋書學咗啦，係咪？咁你呢個Lead-2 Oxide 啦，就加一啲還原劑啦、碳啦、一氧化碳啦，又或者氫都得嘅。咁你可以攞翻嗰個純金屬啦。咁呢啲都係一啲 side product。咁呢一個書有學過係嘅。咁你諗下喎，譬如你拿住嗰個嘅礦石係 Lead-2 Oxide，可唔可以就咁揾個火直接燒下佢，唔加任何還原劑，可以攞翻個原啊？係唔得噶嘛，係咪？咁佢一定要加入呢一啲咁嘅還原劑啦。呢3隻是但一隻先得，所以第3句唔啱，只有第2句啱咯。